林保署台东分署去年3月野放的一只乌熊猫，伫监控收到亲像死亡的信号，互保育人员是真烦恼，上山去找这只乌熊，落尾发现讲是监控的设备落去，加载熊猫平安无事。去年3月伫花东唱国山区。野放的这只乌熊哪里好？本来做人祈求会当平安，毋过伫去年年底，台东林保署刷收到哪里好挂的发报器无信号，就是伊死亡，派森林护管员上山找找，伫海拔1000多公尺高的卡岛区森林找到伊的红棍壳，毋过同时伫附近却发现一只走真紧有鱼标的乌熊甲熊手，确认看到的乌熊就是哪里好伊要换嘞。比对它回传的资料跟讯息位置，那我们也可以很确认它应该就是蓝面虎。它的出现呢，其实可能也代表着说它跟我们报平安。因为乌熊会到浅山找者，定打着陷阱受伤。哪里好就是台东林保分署成功救援受伤治疗了后，野放的第7只台湾乌熊。最近几年，花东地区加海拔山区，定传出民众看到乌熊出入。台东林保分署呼吁民众发现乌熊出入，会当通报乡镇公所甲花东两县的林保分署，佮保持人熊距离，避免冲突。公司